係切呢個生蛋糕咁樣慶祝下。不如咁啊，我哋請 Alfred 同埋欣怡咧就係做代表啦，同埋 Shannon 一齊啊。Alfred、Shannon 同埋 Joyce。好，咁代表作為一組歌手咧，可以切我哋嘅生日蛋糕啦。切蛋糕嘛，好似。好咁啊，我哋咧其他嘅歌手朋友咧都一齊同 Yes 講句 Happy Birthday 啊，好唔好？預備1、2、3。Happy birthday！ 希望咧就我哋有更多個嘅22年啦，44年咁啊，繼續咧陪住唔同年代嘅年青人啦，同埋咧就係見證住咁多歌手咧一齊成長啦。我都冇陪佢。好，將個重任交俾你哋啊！好嘢！咁希望咧大家今晚喺我哋嘅生日會裏邊咧都玩得開心啊，好嘛？我哋影咗張合照先咁啊，咁多位嘅歌手朋友一齊影張大合照。我哋分2排好唔好啊？我哋有啲男士們可以喺前面。嗱，其實見到咧就係台上今日嘅歌手咧，就有一啲就係已經唔再係新人啦，但係當佢哋係新人嘅時候咧 ，Yes 都一齊咧陪住佢哋成長，亦都見證住咧佢哋喺樂壇裏邊咧不斷咁樣發光發亮。冇錯啦，所以陣間咧可以同我哋傾下偈嘅時候咧，可以問下佢哋究竟佢哋咧細個嘅時候睇 Yes 有啲咩感覺，而家出現咗喺 Yes 入面有啲咩嘢感覺咧？咁我相信咧就係好多朋友會同我哋一樣啦，細個或者到而家嘅時候咧，都會攞住本 Yes 咧不斷咁樣去刨，咁睇有啲乜嘢咧追潮流或者即係我哋 idol 嘅一啲最新嘅資訊嘅。好，唔該晒咁多位嘅嘉賓，多謝你哋，唔該晒你哋。好，咁啊一陣間再喺我哋嘅音樂會度咧，就再同大家見面啦，好嘛？唔該晒咁多位，唔該晒。嗱，其實咧就係講到咧，今日除咗咧就話要慶祝我哋生日呢個大日子之外咧，我想問阿強啦，其實過去幾年咧，好多時候我哋都將2個大日子放埋一齊。冇錯啦，咁一個咧就係生日啦，而另一個咧就係會係舉行一個嘅頒獎禮啊。咁今年咧咁跟住落嚟咧，其實我哋都會頒發一個獎項係關於新人嘅，就係2012年度 Yes Idol 人氣新人王啦。而我哋嘅人氣都好犀利。我已經講咗之後咧，聽唔到你把聲啦。而佢得獎者咧就係羅力威。首次能夠 Yes 到獲獎，亦都首次參加即係 Yes 嘅呢啲咁大型嘅演唱會 show， 係啦，好開心，多謝你哋送個獎。咁你得到呢個新人嘅獎項之後咧，有啲咩説話想同我哋 Yes 講，或者同你哋支持你嘅 fans 講咧？多謝 Yes 啦，希望繼續越賣越好，一定成你貴嘢。越好，咁就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 Yes， 支持我哋所有歌手。冇錯。嗱，最緊要咧，其實咧就我哋都講到咧，就係我哋嘅宗旨咧，就係我們就是偶像嘛。我想問下羅力威，你覺得作為 idol 最重要嘅係啲乜嘢咧？最重要，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嘅即係品格或者操守。咁我覺得因為我哋係建立一個榜樣，其實係有可能會係有人會想學嘅。咁盡量都係想如果係學嘅，當然學好嘅嘢就係會好啲咁樣咯。好，我諗最緊要咧就係你嘅歌迷梗係最想聽到你唱歌啦。我將以下嘅時間交俾你。好，將嚟交俾羅力威嘅上一首同大家玩首合唱歌嚇，希望你哋會喜歡。我就唱。我驚你，我憎你，避開你，太高興，是我聽了亦很生氣，反覆得的確沒道理。這分鐘，下分鐘，就算我其實與那個比那一個，願你相信我這心。真心得不免全做戲，成熟後了過，誰人又令我講？為愛忍住重愛，愛我就像錯過山車看海。
聲音愛我，兩個我隨時又遠又親，身份得一個從未夠分，人純情才易分手。你只得多麼勇敢，還請體諒我，兩個我無論再鬥再爭，思想雖分裂能被抱緊，全身都如新。分說我愛你，我喜歡那個你，愛過他，誰願意作對比變生氣？倦了分處又哪知你，真心不想再待過你。成熟過的歌，我忍住重愛，愛我就像錯過山車看海。成地多心，聽新聞聽出結婚的字眼，和聲音愛我，兩個我在是又遠又親，身份得一個從未夠分，人純情才易分手。你只得多麼勇敢，和聲體諒我，兩個我無論再鬥再爭。思想雖分裂能被抱緊，又還是同樣再生。分分鐘也到心，能否看住我？我愛你從時最愛最親，雖捨的感覺共背你身，成人完全是相似，實現的只分放手。能否體諒我？兩個我何時別有用心？那麼多的我留在你手，全身都認真。好唔好玩？